接生后的金门军人本地出海去钓鱼啊，也毋过尾啊人说风口落伫中国，甲大已经超过3个月啊。家属即马是积极讲，中国毋放人，就是因为2月14渔船并船案的事件引起的。家属即马呼吁总统赖清德要将心比心，赶紧出来解决这个争议。因为海巡是强调讲，并船案也是希望互2个中国渔民因的遗体会当送回去中国。海巡嘛强调讲，进前中国海警编队即马侵扰的情形已经有减少啊。向新民请求，希望新民斗保庇。滞留中国的金门4号的军人钓客，应该早一天平安回来出团圆。虽然4号的钓客已经伫5月7日申请退伍核准，中国依然不爱放人，加上这期不爱放人的主因，就是抗日一事渔船并船事件，呼吁赖总统好好处理渔船事件甲两岸关系。我们家属一直认为这个应该是跟渔船的事情有关系，那我们请政府说赶快去把渔船这个事情来把它解决，用同理心，你2个渔船的尸体放在这边，同样的那边的家属也是会很着急。中国已经同意家属去探视，近日来办好申请的手续，家属就再去看人啊。对此，海巡署强调，渔船并船事件发生到即阵已经过127天啊，也是希望会使尽紧，让2名中国渔民能早日回去。案件的侦办以及责任的认定，应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处理。我们盼望优先进行人道关怀，尽速妥善解决问题。海巡署19公开6月顶半个中国海警船伫金门限制禁止水域外口活动的数量，平均每天大约是4只海警船，甲2月到5月清了的这个比率来比较，就拢无偏对进入咱方水域。也强调中国以新的规定实行海警法，稳针对涉嫌侵入的外国人拘留这罪法，被影响海巡同仁的执法。确定是要在全岛建置33处红外线热显样仪。那这一部分的话，我们会逐步充实，照辖区特性跟目标威胁程度，我们会按照排定优先次序。那当然淡水当然重要，我们尽快补齐。对这中国4月的10人开快艇，伫这进入淡水渔林码头引发讨论。海巡署强调，这10人已经遭到收押禁见，并且处罚北部分署长等10人。未来建立这雷达加上红外线的上仪的监控系统，也加入无人机巡查证机制，确保国境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